大家早晨，今日同大家用2mm 嘅棉繩勾織一個花花手提袋。唔係係花花嘅赤咩袋。4mm 勾針，我哋勾29個鎖針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29針勾完啦，29。嚟到轉第二針，一個短針。呢度即係第一針咧，呢度已經勾咗2個短針，陣間最尾又勾多一個短針，因為係轉彎位嚟嘅。而家就喺每一個針入邊勾一個短針，就勾27個短針啦。好啦，我哋勾到呢度先，勾咗27個短針，仲有一針，呢一針要勾3個短針，1、2、3，係啦，跟住轉到呢邊就一針對應翻一針，又係勾翻27個短針，順便將呢條冷呢條棉繩收埋佢，又係勾翻27個短針咯。我哋勾到尾先，係咁樣。嗱，勾剩最尾呢針啦，勾翻一針，咁咪等於3針咯。頭先勾咗2針，計埋呢針係3針。喺呢度引拔。好啦，開始勾第3行啦。鎖一針，頭先呢3針1、2、3，又係要加多3針。1針、2針，呢度又要加。好啦，跟住呢度唔使加啦，又係27個短針。我哋勾到呢度又係要加3針，呢度1、2、3。嗱，勾咗27個短針，呢3針又要加針嚇。就係咁樣，跟住又勾翻27個短針，一針對應翻一針，剩翻一針，呢針又要加一針，喺呢度引拔。而家第4行，第4行唔使加針嚇。第4行、第5行、第6行、第7行都唔使加針，我哋勾4行短針。我勾咗4行，淨係短針。好啦，而家開始勾花花嘅部分。1、2、3、4，
4個鎖針即係一個長長針啊，跟住喺同一個位置勾2個長長針，跟住鎖一針，1、2、3，喺第4針嗰度勾一個短針，跟住又要鎖返一個鎖針，1、2、3，喺第4針勾長長針，3個長長針，3個鎖針，又再勾3個長長針，就係咁樣，跟住勾一個鎖針，1、2、3，勾一個短針，記住勾返一個鎖針下，1、2、3，第4針。嗱，個圖案就係咁樣嘅，我哋繼續勾埋呢圈先，勾正最尾一個花啦。記得要鎖返針嘅喎，因為我初初勾到成日唔記得鎖。1、2、3，跟住又鎖一針。起針嗰陣時咧，嗰個花係勾咗半嘅咋，而家再勾埋嗰半。哎呀，長長針喎。鎖3針，1、2、3。呢行勾完，跟住鎖4針，1、2、3、4，喺呢3個長長針度再勾3個外勾長長針。哦，翹少咗一次添。係未完成㗎嚇，3個未完成嘅長長針，1、2、3，跟住喺呢度仲要勾3個。嗱，1、2、3，呢度6個長長針加一個鎖針，一次過勾出。
1、2、3、4。喺頭先嗰3個鎖針上邊勾一個短針，跟住我又要勾返4個鎖針，3、4，就係咁樣。嗱，呢個又係同呢個咁樣勾3個未完成嘅長長針，再加3個未完成嘅長長針，就係咁樣。我哋要勾到尾先。要再加3個。6個長長針一次過勾出，1、2、3、4，就係咁樣。好啦，我哋繼續勾埋呢行先。呢度勾返個短針，再鎖返1、2、3、4，又再嚟個1，加油！呢行又勾完啦，仲有幾針？1、3、4，呢度鎖返一針，勾個短針，呢度又鎖返一針。呢度鎖咗一針，跟住就開始勾長長針啦。3個長長針，3個鎖針，再喺同一個位置勾長長針。鎖針，喺呢個短針位置勾一個短針，鎖針，又係勾長長針。而家每個花就喺呢度咁勾。3個長長針，3鎖針，3個長長針。好啦，我哋勾埋呢行先，勾剩最尾一個花。記得喎，有咩唔明白留言問我啊，我會盡快覆大家嘅。鎖一針，跟住我哋而家咧，將個起針個位置咧，褪喺呢度，1、2、3、4。要勾多行先係嗰個4行先係一個花。我唔記得咗，呢針要勾去中間嗰度，跟住鎖4針，1、2、3、4，勾3個未完成嘅長長針，
呢度又勾3個，翹少咗下，1、2。鎖4針，跟住喺呢度勾針，短針，1、2、3、4，又係勾未完成嘅長長針啦。再勾3個未完成嘅長長針，一次過勾出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嗱，見唔見到啊？4行先等於一個花。好啦，我哋加油，繼續勾上去。我想勾多個花8行。好啦，加油！我勾咗2、4、6、8、10，勾咗10行，因為我呢個仲要勾袋口嘅。勾一行短針先喺呢度，首先鎖一針先啦，跟住全部喺4針鎖針入邊勾3個短針，2、3、1、2、3、1、2、3。咁我哋勾埋呢行先，第1行嘅短針勾完啦，跟住再勾一行長針先，1、2、3，喺每一個短針上邊勾出一個長針。咁樣，我哋勾埋呢行先。第1行嘅長針勾完，要勾多行先得。
我哋勾埋呢行先。嗱，袋口都全部勾完啦。袋口勾咗1、2、3、4、5，都係長針。呢行就一個長針一個鎖針咁樣勾啫嘛。我哋將啲線收埋佢先。2條索帶，就咁勾鎖針嘅啫。我哋將佢穿入去。嚟睇下，大功告成啦！個袋就你睇下幾靚個花，好立體㗎。你哋都嚟試下嗬，勾一個啦，要勾2條帶俾佢孭先得。好啦，我哋勾到自己夠長嘅就可以㗎啦。勾起咗啦呢條帶，今日用呢個圈圈扣。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記得訂閱、分享同埋讚好啊！有咩唔明白，記得留言問我啊！拜拜。